烏克蘭政府官員話，一條天然氣管道喺呢個星期發生爆炸嘅事件係被人惡意破壞。爆炸星期二發生喺烏克蘭中部，一條通過烏克蘭運載俄羅斯天然氣輸送到歐洲其他國家嘅主要管道。據烏克蘭緊急情況部公佈嘅視頻顯示，管道着火，以及喺烏克蘭嘅波爾塔亞地區，距離基輔以東大約200公里處，當局進行嘅善後工作。喺星期三，烏克蘭總理亞采紐克喺基輔嘅內閣會議上話，佢相信今次破壞企圖嘅目的係要鼓動理由興建一條繞過烏克蘭嘅天然氣運輸合作夥伴嘅管道。亞采紐克話：而家絕對清楚嘅就係邊個想要損害烏克蘭喺天然氣運輸系統上嘅信任。烏克蘭宣布佢係一個可靠嘅過境國，烏克蘭會繼續進行並且會繼續所有喺運送天然氣領域內嘅義務。喺事件發生之際，莫斯科同基輔喺天然氣定價問題上面臨僵局，導致莫斯科喺星期一宣布停止向烏克蘭供應天然氣。